但是26号有政府办的台湾设计展甲餐酒嘉年华开幕，加上民间大大小小活动有40场，伫22个景点同时进行，而且多数拢集中伫市中心，甲那中西区就汉路万圣节、赤坎万圣节等5场活动。依照观光旅局统计，有30万人潮，造成交通大拍夹，互经过民众怨声四起。技术人员台顶伫昨日巡的呼吁市府，日后活动时间一定要协调，避免集中，充分发挥活动效益。其实活动办理前，我们都可以预先知道它的时间。那同时间就这么多活动撞在一起，可想见的交通一定会塞爆哦。那是不是可以预先去协调一下啦？好，不管是官方或是民间，大家做一个协调，预先协调。那我想把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周末，一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了哈。科技公给的意思。啊，所以我想这个未来我们跑团的时候也都会碰到。是，所以这个6日跑团我们在车上就是很紧张，好，大家真的是特别辛苦。真的交通组只有2个活动，像设计展跟餐酒节是我们办的，其他的民间办的。是。那所以说我当初也希望说，在民间主办的活动，说能够稍微疏散一下。根据统计，台南市中心26号客入30万以上的游客，加上礼拜总共60万人潮，嘛，互市警局第2分局2天派出超过200名警力加义工来协助疏导交通。面对将来唔嘛有遐尼济活动强蹦，议员强调，伫拼观光的同时，嘛要评估交通的配套，临时互市民一北倒开。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。